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今年咧，我哋年宵籌委會咧就係第5年搞年宵咯喎。咁今年咧，我哋都會喺雞年依然搞年宵喺維園。我哋今年個名就叫燒春雞，即係燒春有燒啦，燒春雞有春啦，同埋燒春雞有雞。咁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嚟幫手做 helper 咧？你想唔想做 helper 啊？我唔想。同學，你想唔想做 helper 啊？唔使啊。唔該，我想問係咪嚟收 helper 啊？華恩年宵今年嚟到第5年啦，作為華恩仔嘅你，點可以唔嚟支持下呢？我哋今年雞年喺維園年宵1月22號到28號，喺129號檔燒春雞，大家一定要過嚟支持下，同埋記得過嚟做 helper。